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新车年爱川围罗菜，当年白抢抑个乌鱼子价销拢会加悬，一寡人想要买，煞买袂落手。为了要来互民众会当较省钱，家人喜会特别推出优待价销。即马来到家人喜会，消费满1000块，就会当用500块的价销加买一尾白抢，或者是一包乌鱼子。另外，家人喜会嘛送3款年节的礼盒，互民众无论是送礼或者是家己食，拢会真满意。开大火来炒，佮加大头葱、蒜头往来入去，嚯，这真正是有够香的啦！划一刀，它就开了。虾仔用刀仔回一个，壳掰开了后，随看到真软的肉质，放入去鼎内料理一下，尾啊三瓜起司加烧了后，互人嘴软擦擦顶的起司虾仔就会当出菜啊！这些海产拢是为家人喜欢来的，今若到春节海产的价销拢会起，其中白抢1斤的价销，佫有可能会起到1000块。为着替民众省钱，家人喜欢杀优惠的价销出来。只要来我们门市消费1000块以产品以后，就可以加购价一条白鲳500块钱。若白抢加寡钱买乌鱼子一包共款500块，春节要到啊，喜欢杀好康的出来，要互民众过一个好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